家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你什么你？你哪会安尼啊？你很香的味道。开始！哇，家人，我上爱来家人啊！不过，唔是啊，我的公司的员工咧，我的同事咧。哦，迄边敢若有物件，平常报事安排的所在拢足奇怪，这应该是传给我的啦。 吴山，欢迎你来到家人。今仔日你爱代表公司走一撮特别任务，经过各项的评估，这摆案件需要充满跑的你来替大娘，免烦恼啦。这摆来斗相共的，甲你同款，嘛是一位活泼可爱的人才。恁爱做伙完成这项任务，伊应该得要到啊！期待恁今仔日的表现。哎呦，甲我同款真趣味、真古锥。 哪有可能有这款的人？我着想无有啥甲我同款。我等看卖是谁会来。来啊来啊！是阮的车诶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！欢迎来欢迎来！原来是你哦！嘿啊！原来迄个古锥的人是你哦！是你哦！我想讲，哪有人甲我同款古锥的，无这个人的啊！是你，是就哪里啊？就哪里啊？来，你坐，你坐。啊，毋过你摕啥？摕这个我的签名的相片。嘿，要创啥？我就唔知啊，我就想讲啊，要出去安尼拄好送礼物啦。对啊，我知影是你哦，啊是你唔免送。你家己摕我唔免。你之前有来过？有，因为阮翁有无，伊爱钓鱼啊。啊，阮拢会来家人钓鱼，但是唔是遮，唔是遮，无伊敢若我唔知伊去倒一个港口，伊会去人透抽，直接甲伊沙西米，哇沙米啊沙西米，沙西米，哇，哦，享受着。家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东阿甲阿三，是咧甲阮叫吗？阮是咧派员。 两个查甫的，唔知有缘投无？有缘投无啦？我看起来汉草敢若袂歹哦，敢若袂歹。啊，形康啊，阮拢人妻呢。今仔日阮两个单身，单身2天哦。老公莫看，嘿，老公袂使看。你是啥啊？我是曾开华，大家好。耶，我是陈主强。 你足久无来的啦？喂，唔是哦，较紧嘞！我今仔来上台的任务就是呀嘞！耶 ！One two three， 嘿，喂，嘿，啊
啊，划船，哎，要大小姐，你要大小姐。引导我这你快出来引导有啊。大小姐，你伫倒位啦？当然啦，足久无来，我早就唔是啦，阮足久无来啦。当然你好，你足久无来啊。哎，你好。吴三你好。是当的啦。是啦，我是当啊。当啊，你足久无来啊！你有看到阮头拄咧跳舞啊？跳甲足好的呢。这是我搬戏以来到今嘛第一届。知影为什么好看无？因为你是全景人诶，足远诶，你足远诶，咱足细。轮流，咱即马等去台北有敢会有啊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呀，两位哥哥，拜见哦！这摆 boss 系互阮任务嘿，恁是接着啥？接着哈，接着 boss 讲吼，哥哥，要去食好料的吼。食好。我是你啦！哎呦，哎，小等下，我知影，我今日带迄礼物来是要创啥？干什么个？送互因两个有签名啊！搞唔正的，对啦，打伫咧门口啦。对。七月。什么7月当用着？今麦得当用着，你是？所以阮即马就要去开这3000块的。开这啥？系啊，是不是？我靠特别的。好。猜小数对无？就亲像迄个澳洲的迄个意大利威尼斯啦，威尼斯哦，坐船的所在。我之前来这边的时阵，拢伫咧迄边翕相过来。安尼哦。啊，我之前来这边都是唔知倒位去钓鱼啊。哦，你是甲进前男朋友来？无啦，进前男朋友。甲翁嘛？哦，翁进前迄个。哎，小等下，这收明显啦哦。是。龟头零。算数咧刷食，手伫咧食。委托人线色使处。伫倒位哈？你这感谢后壁。还是这。诶，这敢若会使翕相，袂使坐吼。对。我看到，内底有冰淇淋。哦，冰淇淋哎，哦。是苦力木啊。哦，食冰。做落你去开钱啊。 boss 要叫人食冰啦，找线色啦，因为委托人线锁伫遮。伫遮。啊，你做危险的咧！啊，唔是啦，无读册哦。哎，这底牌玩袂使，不啦，下午你看，你有材料读唔到。哎有观众知影者，委托人刷色，伫遮，咱台语爱讲清楚。对啦，食冰，水饺代志有。是苦力木。豆腐。来，问重点，问重点。来，你问，小等再甲你讲要安怎食。对。我看你外口有看板啊。对啊。哎呦，讲条条。真任性哦。无啦，人生理人，咱一定要红看齐嘛。啊，无你推荐看嘛。卖上好的嘿。鸭卵哦，咸的哦。这两工才3000块呢，还袂当点收济呢。啊，我那开始讲来摕1张会当大数。我这嘛有一张啊，我这嘛有一张。好。哎，有效诶。这张有效呢。有，这张有效哦。你敢过有？安尼歹势啦。哎，你们看到这周会呢？你嘛看唔到呢？太对啊！林木。要食啥嘞？辣手教育主题的啊。辣手，辣手加鸭卵啊，上特别。4个人食3份哦。无，佫一个原味的好啊。哦，系啊。是嘛安尼？卖开钱的物件就点遐济。对啊，伊讲这橡皮有效啊。有啊，对，会当大只，嘿。咱也是安尼话，四支冰淇淋。卖啦，我食你一喙就好啦。应该差不多啦。安尼好，安尼弄算偌济钱？对啊。免钱啊！我免钱，无啦，伊讲打折啦。公司笑，咱公司细心爱互人。对对，爱互人嘛。我 boss 讲你甲钱摕去倒。一张啊，你的相片啊。啊无，咱算阮400会使无啦？好。哎呦！多谢头家。这两张我送你。这两张我送出去啊。对啊，不是两张拢互伊哦。对，因为哦，恁到咧遮唔是撇销，一定要甲恁交财进好。对，这一个空起来，你睇，我感觉好用的哦。
袂歹呢。我几张啊？哎，来，收起来。来。就这间店的招名，来。来，有这。哎，你会拍酥诶？我会肉酥，你肉酥你嘛爱肉酥。有人讲肉酥嘛，讲肉虎啦，就是北部南部的讲法。南部是讲肉虎嘛？哎呀，对。内面有包物件诶。包啥？讲出来。包啥？哇塞！包酥手你来对是不是？包这些诶。你讲欧看麦？好食诶！好呀。你讲这 Oreo 呀？哎，红茶。哎，老朋友来一定要推荐。萨姆。好。哎，你食咱袂停的吼，袂停诶。咱袂停哦。刷水的哈。刷去。哎，来呀！哎，哦，刷水。哦，哎，先生，中的，看到我送奖品。高几张啦？爱抢名。用相片换相片啦。不是，无啦，毋是线索。你的酱咖。酱咖啦。啊，可能是我用摆拍电影的时阵哦，脚去受伤啦，会使讲我脚去拗着嘿。所以即马是甲你的骹骨拗一来。什么物件啊？来，线索应该伫遐。拗伊的骹。来。啊，我的脚要用啊啦。来啦。摕起来啦。什么嘛？哎，阿妈开卡啦。你什么物件？你哪会安尼啦？什么物件啦？你已经结婚啦，莫安尼。什么啦？有味的。我没看完。你听，我很香的味道。什么香的啊？什么物件啦？这啦，你看。内底有啥？哦 ，QR 入口。你拢唔知？我唔知呢，啊，所以线索你遮。扫水啊，等下扫看卖。扫看卖，这张相片我看卖。扫看。扫看吗？哎呦，有地址呢。哎，有一个地址呢。哦，有安尼咱就直刷，照这个地址来去找。啥哈？啊，地址伫倒位？要到头前1分钟。正手柄，正手柄。这对，正手柄。家人要杀苏林波，对，这。咁啊，会使个赛里。咁会使啦，会使，就是这啊。真正哦。对。哎，一寡少年仔伫遐呢。啊，那有穿黑。人西人西这啦。迷彩，是人西。哎呦！我咧飞过呢。故事袂歹，叫咱来遮看技艺表演的哈。是吗？袂歹。啊，是其实咱来学的。啊，我要学这吗？哪里你不是啦，开闸。这是不是咱的委托人啊？是学这吗？是吗？哎，有，大家好。甲恁介绍一下。哇！啊，因即马伫练习啊。有龟呢。小六，小六，我是曾凯文啊，师傅要，阮要安怎来请我？我这卢。律师。徐师傅。我强。我叫吴山，你好。我叫当啊。我咪哥的当啊。当啊。你即马在混人了？哎，即马伫混。哦。啊，你敢是委托人？哎，我委托人。哦。即摆因咧练习对无？对，伊即马伫练习啊，这套装啊，就是梅花装，国际吼标准规定的标准。标准的哎，梅花装。我想要问一下，会使去比赛是要练习偌久啊？才会使去？练偌久？上起码3档啊。 3档啊！哎呀，上起码嘛无一定讲一定会练得起来，对啊。看囡仔的素质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是这个上长的这个针，伊是几公分？上长的2.5米5，遐2米5。上底250公分啊！对，啊，这120塞量是武馆的精神啊，啊，结合大家的团结安尼啦。哇！哎呦！哦，这
两个哦，四支加，这节针吼38公分啦。哦，38。哈，啊，伊这个跳的距离来讲吼，距离140啦，80。哎呦，伊这100倍，嘿。哦，加100倍哦。 100倍。100倍，那个更较悬呢。我要用杯才会使过去。试看卖啊。真的吗？是会当去试啊。boss 有甲咱保险无？我感觉恁两个伫派外，恁爱，这就是恁两个哩。我感觉讲今仔日 boss 派咱两个来，应该是有重大任务。咱是要看银灯，对，先看一下。小看者，小看，哎呀，念伊哦，小体验者，对。而且吼，无人看过哦，查囡仔会当打针的，吼，我要看一下。是吗？全世界吼，查囡仔打针，就是我两个查囡仔。哦，嘿。我第二个查某囝较大汉的，因拢自细汉开始学吼。来，叫爸爸。袂使，小势力啊！你会听我做狮头，伊听我做狮头。哦，安尼好啦。所以我伫你是不定安尼啊。啦。啊，这两个拢我囝婿。哦，世界冠军的啊。世界冠军做伙，家族事业。家族同心。我今日来吼，看咱表演。对啊，因为想要看表演一下，啊来无我袂当凊彩的。对，我你小了解者，内底经随地啦。哦，你话这叫表好功，这个叫壁虎功啦。哎呀，咱来欣赏，欣赏。因为狮头吼，伫白地吼，游山玩水，看这几粒山啦。啊，想要去你佚佗安尼啦。伊就要用一寡高难度吼，可以去。有一个表演对不对？哦，来。也有啦。壁虎功哦，要看偌深啦。掌声鼓励。会看完的时阵啊，加无陪拢行，功夫足厉害呢。足快的啊，对啊。哦，今仔日多谢师傅嘿。无，啊，试看卖啊咧，小试者。其实我细个时阵足惊人狮的，我看到狮甲师兄甲师姐的时阵，我感觉这个工课受困难嘛。当然，来。 我懂啦，可能为遮跳到遮就师傅讲啊，狮尾，讲你啦，你是狮头，你上轻你好搬啦，你试看嘛，来，你小弟，我先问好清楚，我问好清楚，阮即摆是先行看卖对不？行看卖，为遮啊，家己行到遐。体验看卖，先用行的啊，先飞去，卖飞，先卖飞啊，那有可能飞啦！来啊！ 那有可能飞，看得这么欢喜哦！哇，好可怕！你行去你看卖啊！你唔是刚刚看得这么欢喜？你会惊寒吗？有啦。
犀利哦。迄间快过去。是哦。啊，你保险有写无啦？徛咧顶头感觉是安怎啊？我的脚有法度过去我咯。拢无够呢。真的哦。你看，安尼。好啦，无啦，这会使搁加呢，这会使搁加呢，袂无，这会使搁加哦，搁加。来，大小姐，因为 boss 有交代哦，恁查囡仔先莫去你了。好，来，你想，咱叫查甫去你啦。查甫。好，是，咱想查甫一定是。查甫去啊！来，查甫就是查甫啦，查甫去你啦，查甫。喂，互你试一个啦！我讲你感觉，我是讲你查甫个性啦。感觉是啦，哎呦，来哦，哎呦，这叫袂走。你看这支伫咧海啊，哎那袂稳，袂稳啊哈。哦，要跳海米族啊，错一条，海米族啊，错一条，无法度伤远啊啦。我想讲试看卖啊，因为我唔惊悬，也毋过我较受地啊，所以我一开始是想讲，我可能会使跳过去，也毋过我受济啊。迄个中远就有180公分，我只有158，所以这比登天较困难呐。哇！来哦，来，中国要飞起来哦。你若飞过关，就差不多会使下班啊吼。我来讲，我足惊悬的，你知无？你惊悬咯？对啊。弹珠强，弹珠强，弹珠强，弹珠强。弹珠强，弹珠强。哇，无遐简单，无遐简单。哎，阮公司是互你偌济钱。为后边呢？无遐简单。主公，你我跳第二届应该会过啊。第二摆给你去啦，你较长啦。无简单。哎，你说你，我足惊啊，足惊啊。伊倒向向先较细腻哦。哇塞！哇塞！你是爱跳袂过呢。种奇怪，我伫涂骹跳，就无感觉遮远啊。真正徛咧顶头开始拽啦，你无法度控制，迄两只脚就安尼，开始啊变啊定翘翘，佮想奇怪，迄哪看去迄两个所在愈来愈远，愈来愈远安尼，啊毋敢跳，啊师傅就讲心袂过啦。心袂过哦。什么意思？你心头一直伫定遐，嘿，你目睭一直伫看伊盘啊，你要向头前看，哈？你要向头前看，袂使看唔好看伊盘，哇！向头前看。哇！加速！走唔着白啊！是。你毋是跳袂过，你是你心头跳袂过。啊，即句话其实我感觉足趣味的，这放伫人生的足侪所在拢会通，就是毋是现实事实，毋是你做袂到，是你家己讲我做袂到。啊，尾后我想讲，啊头咧洗落，大家拢咧看，袂使落差，对。粉果迄拍我嘛是对伊拍谱啊，因为但是呢有一个重点，师个伫咧下骹讲，你心无过，甲人生的道理足亲像的，爱就过啊！我真正看到嘴啊开有够咬的呢。因为我是委托人吼，我希望讲安尼，咱量师甲功夫吼，互即马少年仔，互因拢会通了解。若讲都爱亲一步吼来了解，来我道场看卖啊好。是。我有听到声嘞，哎呦，好，你拍滚，你拍滚。来，我就行一个礼，阮过武场拢要行一个礼。走！好。啊，主公啊，突然来这一下，就走阳的。还有中间，咱嘛来学一个行一个礼。哦，行一个礼。咱这个就是白虎啊，白虎啊，白虎拢用线的有啊，
蒙着就好。蒙着就好。啊，虎，哦，啊，把迄个，把迄个气给吐出去。气吐出去。啊，前脚尖点着。点。四海。四海。五湖四海，介兄弟。介兄弟。哎，这个吼，这有意义的哦。这边读，这边过，这边出棍。这也痛啊！啊，退后一步，吸气，吐气。咱吐气落吼，爱发声，啊，发一个撒，吸气，喊声撒，吸气，喊声撒。我看打一个发会较大声，吸气，撒，哎，过来，吸气，喊声撒，过来，吸气，撒，哦，吸气，喊声撒。够几个？啊，调岗啊！好，来，谢谢。哥，喊声上！哎呦呦，够几个？我加分。这电话当哦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喊声上！好，四个拢中哈。嘿，够几个？好，这个。好难啊！来，好，发挥。好，谢谢。喊声。我不错，很错。哎，给个惊喜没有？对，你画声吼，你目睭吼一定要较紧的。你敢信会杀人的？你敢信？啊，你别讲傻，安尼个猫，咱拢袂惊你啊。对，哎。来，中国你来一届啊！傻。啊，你个感情线这下海哦。收下巴。要说，哎，一脸定静。你看那么做大声嘞，来，你来一摆，你来一摆。你开始拍。哎，对翁的不满发出来。你傻！我。你不讲讲对翁的迄个。不满。傻！对吧？退。啊，足不满的，问正经的啦。你看我腮啊，伫遐练一个，小看者好吧？这跍落吼，你内底这个骨爱着咧学我。这徛尾部就治疗咱的膀胱经甲个腰肌筋呐。腰肌筋。嘿，迄个气吼会震咱的丹田呐。嘿，这叫朝阳手，啊，朝阳手，有无？计，有无？朝阳手，啊。别搞我拍。这朝阳手，用点着就爱入去。对。哦，就用咱来做伙你来，来，做伙来白虎拳的请拳，分一个动作啊。起尾啊，用脚底来发力。正踢哈，踢落了丢转来，正踢。啊，对。换骹吼，离地头15公分啦吼。停！双手握拳哈，开四背哈。三拳哈，发一声，连续动作。预备，较大力啦，甲画出来哈，对咱的心肺功能是最好的哈。第三拳，迄个力头一定要比你头前迄两拳力头一定要大。骹足酸的。啊，你莫去想骹酸，嘿。哦，莫去想骹酸。小练到这啊吼，啊，互咱了，大家我也拍者啦。你你要在我辛苦啊，嘿。这边
平常时咧练迄深蹲。哎呀，马步。马步。 好简单呢。老师刚介绍这环境一下。哎呀，来先串一下，跟你串报一个，大家跟你串啊，你知？应该大家拢做想要问的。狮头啊，伊个分无共色，敢有啥物无共的意义啊？狮头都以前传统啦，按照这《三国演义》有无？右边都是白色的，红色的关公呀。关公哦。嘿，这北牙狮，啊，因这吼，拢用手工做的，啊，伊要控制吼。对对。 就是用这来控制因五官啊，晒白白啊，晒白白，晒白白，你一条嘿，安尼倒落去，安尼，哦，是的对我练，好对你练，哦，安尼，先狮头吼，拜天拜地，头前行就拜天，后边摕就拜地，咚，唱，啊，这叫七步有无？为这七步，前弓后箭。 唱，好，退三步了哈，碎步，唱，我前三拜，后三拜，头前拜天，后边拜地，这侪人唔知影这呀，哦，啊，就开始起步啊，起步狮头要游山玩水嘛，就徛关西，爱看。 啊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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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哎，看有啥物件好食。 然后去探索的对吧？探索者，一、两、三啊点，哎，有找到物件，欢喜啊！看到啊，欢喜。嘿，狮头啊，就跑三下就对啊，欢喜，就欢喜啊！当的人，当的人，有物件食咯。食啊，食喙齿细细有啊，哦，一跳一个，嘎嘎的，当当。 滴当当，滴当当，当当当当，切当当当当。这内底看起来拢是，基本步就这，拢是有内底。这下盘吼，下盘最重要。这算基本步嘛吼。基本步，啊，你搁加狮头，狮皮搁甲处理。恁这练的唔是3年，就是3年6个月啊。阮一日无多就是人狮头，啊，有啥基本的，有啥按说讲，咱是咱要互咱学啥安尼。对。有兵器会使啊。这看起来就重。系啊，这就大看买阮刚摕。对，按问赛有无？青春的兵器，袂使袂摕。对。若讲伫武馆武场吼，若讲你来摸着兵器就对啊。你就要来踢馆的。有啊，你是唔是对方派来？这是美感吗？美感。一定要甲人问，安尼对吗？有因家己咧数啦，吼。对。甲唔知影的人就。是啊，请问师傅，阮来分工的时阵哦，阮会当适合什么武器安尼？啊，你甲我分。敢袂使摕看卖？哦，会使。好，要摕。敌准。哦，敌准。要试看卖。啊，正手换倒手吼，安尼对一个。哦。这就开始要出场，啊，目睭吼，甲你的手掌爱平，下海爱收，是，啊，你的眼神开出来啊。嘿，这叫开大细门。哦，对。这个斩马刀。读来了，哼，拿过来，咻咻，安尼，咻咻，过来指，闭过，安尼，哦，安尼对，安尼对。以前武术甲即摆的武术完完全全拢无共啦。以前的武术真正是以传统啊，就是讲咱较近距离的对拍迄种的。啊，即马拍的武术吼，较回步，规则嘛较无共啊。这道地啊，拢是你修过的嘛，还是有其他的故事去？咱每一个每一个学生吼，过来武馆，因家庭拢有一个背景伫的。哦。嘿，有的是生伤济啦，有的伫外口浪流连无爱读册啦，校长送来，翻译送来啦。
食毒的啦，开枪的啦，啊，搁摕倒伫遐外口伫遐乱扑的啦，都是安尼送过来，送过来，阮统一吼，甲管理。现在真伟大呢吼，对啊，老爸母教袂叮当，学校教袂叮当，洪老师，这个代表。咱会使足严格。听讲有一个甲你缘分足深的，12岁就来到这。12岁啊！即马搁得世界冠军，就是竞赛，甲你竞赛。这个故事听我足感动的，你好尾啊！因来的时阵吼，应该是因学校搁少一个校长啦。就知影讲我有伫教育这个囡仔，因饲这个囡仔，啊，一送来就3个嘛。这个送嘿啊，校长后日嘛怎来？拄开始送来，我都食苦啊，一个就走啊，走我就塞车去吹，哦，互我吹着，吹转来，嘿啊，吹转来当然就爱修理啊，规个也伫遐修理，讲后摆唔好安尼。一直训练到世界冠军啊！哇，就迄个真舒服啊！世界嘿啊！你看师傅讲安尼足轻松，其实过程当中一定足辛苦的。传统的功夫真正足辛苦的。对啊。古法练功以前阮买衫无衫，大家吼欠钱呢，用迄存钱筒去欠钱买衫。啊，教这囡仔教到后壁，家己嘛无钱啊，往衫一个月30万、40万、50万，一直到即马一个月70万。哦。嘿啊，互因食大用，啊，搁读册，搁薪水。这款文化就甲以早期迄戏班共款，对啊，一个团主爱带出来戏班，以早拢是讲较艰苦的囡仔，唔知去做戏班。啊，进前用到家己拢无钱哦，甲太太讲，参详讲无安尼啦，已经经济节俭啦吼，甲所有的金盘的弄甲，为着囡仔，嘿啊，都卖互这个囡仔吼，去无安无落地管就对啊，就是啊，卖互因收济啦，嘿啊。啊，我家己搁去外口驶客运车啦，做苦工啦，搁驶货车去搬厝啦。我拄接管进前，我就甲阮老爸伫遐讲我心内话嘛咒纸啦。我讲长兴吼，我是爱用性命甲抱甲传啦，一代传一代啦，因为这是阮的根啦。所以讲这真正是讲往这边出来的师啊吼，真正是讲。拢会当啊，互人学落的啦。网络拢，嘿啊。使听这声。这讲不做来啊。阮的 boss 哦。嘿，这是 boss 有任务的声。哦。真的听者。阮头家。充满活力的广告团队甲卢师傅，大家好！相信大家拢已经看到卢师傅的实力，是不是非常的震撼呢？恁已经了解师傅为着予遮的学生更较好的生活，用心良苦。这摆的任务就是爱帮助师傅共同推广这个武术，结合现主时少年人的诙谐，以及师傅的专业精神，替卢师傅创造讨论度。我拄则有一两句无听清楚，咱 pose 有的时阵吼，嘿，免烦恼，讲的伤细声。这边有任务卡。哦，任务。嘿，任务卡。翕师傅广告是道的完工。设计3款武侠装饰系列的动态美引导，爱加上文字的对话，拍片的地点，爱带入家人有名的景点。主题3款：第一，家人的特别；第二，武术电影的经典台词；第三，武术土味情话，搁有第二，设计师傅的迄个武术的大图啦，大图爱8张，用迄个赖的大图来做咱这个推广咱长兴武术，嘛爱配一寡较趣味、较笑诿的对话，啊需要有武术经典的对白，像这啦，这有师傅看者。喜怒哀乐这款平常会用得到的。啊，搁有咱广告 start 的员工甲师傅学生啊。会使合作这武术吼，伫咱家人的3个地点，准备3段快闪的演出，时间差不多爱需要30秒。所以代表明仔载应该准备三种表演。
对，啊，搁有大同是毋是较简单？是，翕相尔。啊，然后过来会使迷因图，对，迷因图，就是有淡薄像迄漫画，四格漫画是三格，哎，啊，拢有一个 slogan 的，有一个 slogan，这样的想法差不多，系啊，我感觉这真好咧。我即届委托啊，就是讲希望讲咱的武术啦，咱的龙狮啦，会通啊，互即马现代的青年吼，互因了解，佫会通啊讲吼，去想吼，较侪吼，即个青年啊，来推展咱的这文化啦。哇！是有。来，停来，要创，即马先翕一张相，就水的，咱5个人，来自拍，来，跟老师做伙。哦，老师手指爱心呢？一斤米炸。拄只吼，伫咧过来过程当中有参详过，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先问你，你有你的偶像无？对啊。我偶像是囡仔时代的李小龙。哦，安尼好办，因为有甲阮想的，赶快哦，差不多。但是师傅爱请你扮李小龙哦，爱换衫哦，有准备伊的衫。拄则阮伫咧练习的时候，我看西的衫拢重去啊。哦，拄好，拄会当换一件衫。先换一个衫。我有准备啊。今日感冒啦。要你换衫者。蒙迪的。蒙迪家，帮你扶咧。但是小龙伊的袋鼠，嘿，较定讲的，干那阿杂拄啊好听起来就亲像迄台语的叫阿杂的。哦，心情无好。安尼阿杂一定爱嘛。阿杂袂歹。啊，搁有啥？啊，搁有迄个。好，请咱食饭好无？好，收工好无？好，借我80万好无？好，喂，好啊，好，卖个好啊！来，有请。会搁真下输呢。对啊。哦，有哦。水哦，来，这边。哎呦！西阮拄则有想到几个哦，头一个是阿杂，李小龙的，李小龙的。对，这个 key 会使哦 ，key 哦。你看卖一个这个，我看卖一个。是哦。5、4、3、2。阿达。好，歹势，搁一摆，但是吼，阮讲的声爱亲像迄足阿杂的阿杂，搁较调讲一怪。讲的声爱亲像迄足阿杂的阿杂，搁较调讲一就明确了。安尼，阿杂。真正做阿杂的，真正做阿杂的。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阿杂。水，好，来，走力，来，过来是，我打因为阮会写讲。我打你的打，我打看阮头一个去变一寡，嘿拉回。所以你使做别个动作。我是安尼夹的嘛，吼，会当。你嘛会使安尼，无你无一定要用这啊。看你。好，你今仔日就是电影明星，我拢做你的助理。是，来，准备。来准备哦，准备。我打。第准备哦，水。安尼。来，准备。4、3、2 ，Action！ 我打！好，过来就是好，阿西，这个修改。好，什么？你马赛啊！好。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好，水啦，拢听到啊！
但是吼，歹势，师傅，阮搁一遍，但是你帮我好较底。台语咧讲好，嘿，好较底，安尼阮两个拢会使用看卖吼。好，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OK。水啦！哎，连阮得都笑咧嘛。来，这我好过的咧。上尾一个，使互阮一个问号的表情。安尼敢若啊，你咧讲啥？安尼就好。唔免做动作，你就安尼，哈？哈就好啊。特写落去。哈？安尼就好。这个较笑亏啦，嘿，你会使较多注意。你的头才爱留一寡，无法度囥嘿，安尼，嘿，囥伫无。 3、2、1 ，Action！ 啊，你讲，哪会安尼？哦，来，准备。 3、2、1，那安尼，水，哈，水。够注意。好，安尼李小龙要收工要换衫哦。即摆咱想的是叶问，对就是师傅，你毋是有教阮教迄个啊，落雨，好雨咧啊！啊，你穿这较不像咱换叶问就是来，啊，对，你来，这个创啥啊？动作遐慢。来，我来，摕起边啊，来。我其实无想到师的表现甲遮尔好呢，啊，会使互阮安尼，啊叫伊做啥伊就做啥，就高嘴的，敢若家己的阿公啊、阿爸迄种感觉。其实迄过程当中我是足紧张的，我足紧张，惊讲迄个师傅讲，哎这毋是我做的代志哦吼，卖，我不爱录啊。其实有可能这种代志发生啊，所以当场我是足紧张的，啊，毋过完成了后，你感觉迄讲用完我的肩胛头迄个石头吼，就较袂遐重。你等一下，就是徛伫咧中央，就做这，好这，好来，3、2、1 ，Action！ 哦，一摆，过来，我是讲吼，人你做啥你就爱想啥啦安尼啦，你唔好讲哦，拢安尼哦，拢屈掉的啊，放袂开吼，啊看起来就无好看。我就尽量甲家己放好开啦，甲遮少年仔做伙耍啊，哎呀，我嘛学啊足济啦。My God！ 好，多谢先生。来，拍谁？安尼剩换衫倒来，嘿，换衫，哎，较紧的，冲啦！等风。你换好啊未？好未？啊，换好啊。想要一束啊！来。师，这是上尾一个。要甲你讲土味情话。嘿，就是讲你小等下，你会甲阮讲，我是你的长辈。你足生气啊！你足生气，我是你的长辈。亏心安尼，我是你的长辈呢。刷落来第二个画面是伊，我就讲。但是我是你的心肝宝贝。哇，要吐出来了。土味情话。第三个就是你跪咧遐，所以你就摕你的龟，安尼开心安尼，安尼。讲生笑，有心情讲生笑，画面就好啊。那安尼，阮换一个背景好不好？要换啊！我甲迄物件刷过来。 3、2、1 ，Action！ 我是你的长辈。好，水，哇！有无？有啦。领导，哎，然后就是你的。使你看表演。但是我是你的心肝宝贝。这就我真的，一人跟一瓶高标了。哎，安尼贵咧。有啥物物件会使互我？这边就好啊。你咧？哎，看这重的安尼啦。无啦，你小弟，你两个查甫人咧创啥啦？无啦，这是想啊，想啊啦。啊，小可较重尔。来，就重的。来，
你会使开始甲伊骂啊？开始。甲伊骂。够赢伫公生球，这个梅姐，嘿，乱来，是真是款哦，不羞假，真正就不羞假你。有教喂，大家就欢迎。有胆无？就当然嘞，哎，拜托姐。哎，看卖些，看卖些。我拄叫是伊是物件搬过，要摕迄箱来。你看就高追的，使就歹势，甲伊。哎，多好，这个。安尼即摆佫欠啥物物件？即马剩欠迄个大豆。啊，你感觉好耍无？这才是重点。好耍嘛，无加真好耍，真好耍。嘛个少年。哦，有少年哦。会当知影讲即摆少年家啊咧用啥物方式咧宣传？对啦，对。好食，爱倒收一下。毕竟咱是要宣传嘛，吼，咱要宣传嘛。人西文化。啊，因为有八道，啊，咱甲收一个，会使甲即个西头做结合。对，伊咱就是西会当用西这个音吼，出发点，嘿，来想，也是讲会当用西来演，啊，才写台文。使你平常你用赖的时阵，你拢传啥物图，互别人，互你的朋友？用赞较济。赞哦，赞。哦，赞这一定来的，这赞赞最好用的。对，你莫甲我西人，我是啥？啊，搁有啥？西性地。西性地对啦，因为有人会生气嘛，西性地安尼，西性地。有当时你会甲师傅西性地袂？啊是甲师傅讲，我甲你塞落。西马尾，哎，袂歹。西马尾，西把尾，对吧？西马尾会使。啊是，哈，这种伊的西的喙。哈西伫内面安尼，安尼，啊，西头安尼，那安尼每一个拢爱师傅伫咧内底，也是西头就好啊。伊多点会当斗三啊，多点会当斗三。那咱呢，师傅只要下，其实我感觉是，若是互大家人用的，嘿，那安尼人卖伤伤济，迄粒就西头。互西头就好啊。通用啦，较通用，大同较通用。那安尼就下，啊师傅的面伫边啊安尼，下，哦，安尼有出高级，好，那安尼即马就会使开始啊。三，我会使，一百分。哦，大家拢一盖过，就高级，使你家己看卖来，互你看一个，你有满意无？有无？会使吼，感觉可以，可以啊，使讲可以啊。这个决定我感觉阮讨论甲真好，因为真正比翕人搁较古锥。啊，但是呢，卢老师嘛袂使无伊的精神嘛，啊，就安排伊一张，啊，迄张哇赞100分，迄个下，希望大家拢会使甲迄个下一直用。有安尼。敢袂使拍开喙，好。水爱赞，哎呦，好。是哦。会使，我感觉是会使。来，手。诶，选举。你的手敢袂使，你的手。哦，要规矩哦，要规矩入来哦。起来嘿，你讲我你买你说哦。再重写一下吼。有练呢。哎，出来。你走。镜头出啥物力啦？才一直出啊，拢无翕着啊。刷来。第二，塞落就是塞落。手。你若听到我这安尼，你啊，你就做反应安尼，这2、3，再来一摆吼，你听无？这2、3，有无？我这有排吼。你这遐吼，你西头伫迄只，你就莫先撇过啊。
你这都往直直安尼撇过来头啊，嘿对啦，嘿都，吼，你这边都安尼吼，直接安尼撇过，你唔好安尼撇过我撇，吼。好，来准备1、2、3，再来一届吼，来1、2、3。会使，这会使。哦，会使。有啊，有摕到啊。安尼先甲这个高早甲暗暗翕了，你要用画还是要用翕的？暗暗。写足侪迄个字有无？一头壳写足侪字。啊困。使伫咧困。哎，在困。我用画睡觉的。好。困。哦，安尼困哦。啊，到古水咧。啊，西尾要安怎放只古水？安尼啊。你看起来有。安尼敢袂使？好，来。安尼哦。使你拢已经伫咧内底。卖无尊敬。我来。伊敢搁开后边哦。输兄，你搁爱后边。输兄歹势，后边。较巴久的。较巴久。巴久来。巴久。来。啊，敢搁爱过来一个。好，会使。好，输兄多谢。即马基本上剩迄个代数爱想安尼。就是下晡遐嘛吼，伊讲3项嘛。伊讲阿杂嘛。阿杂嘛，阿个阿杂的。我打，啊个好。啊上尾一个是哈？咱在想这三个是讲啥？嘿。头前的一句是啥？今仔日天气刚好。伊回答就阿杂。哦。因为伤热，所以阿杂。也是都你惊有好无？阿杂，哦，哎呀，伊真正做阿杂的咧，师傅囡仔，伊先看一只做阿杂。我请男朋友来找我，阿杂，啊你甲伊和好啊吗？我打，跟爱情有关系。哦，爱情啊，也是阮换钱，将我打摕去头前。好，我请男朋友来找我，我打。甲我斗阵，甲我中心，哥甲我斗阵，哥甲我斗阵，阿杂，那你的回答是好，然后朋友们，啊是卖请男朋友，就是我甲我男朋友冤家。哦好，我甲我男朋友冤家，我打，你讲要甲我斗阵，阿杂，我敢来打。我敢爱答应，阿师傅讲好。上尾就会使写朋友。好，水来坐落来。第二篇就是落雨的。落雨嘛。对嘛，落雨嘛。第一个就是使伫咧雨。哦。一点仔咧。第二个就是中岛拍开雨伞。第二个就是使边就是你伫咧用手机啊。落雨啊。第三个嘛是使安尼，我写着好啊，那个好啊。师傅讲，家人落拢是我用。啊，这个大道拄则翕了，啊，但是就好你来。明仔载我互恁看。罗兰，辛苦。这专门课的。啊嘛，足高级的，真的。这届对阮来讲上大，想要去做到到的，就是讲，咱无一定吼，讲爱甲少年人扭入来学，不过咱互少年人对这件代志有兴趣，这才是上界重要。老早，哎，
哦，你两个是安怎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嘛？咱抄一个，抄一个袂叮当，抄一个袂叮当。啥叫是你互阮抄，结果我是互恁抄安尼啊？三个表演啦，可能莫伤复杂安尼。简单的啦。简单的，啊，简单，但是看起来足厚的，足厚，足厉害安尼。哦，这有计势。足计势，你甲请教授在有。往人诶鸡啊，鸡啊，我来。鸡啊是阮的那个诶，鸡啊是我们国的水哦，中国 start， start。哇，哦水哦。啊甲恁的名？咱就先做用简单就好，唔好想过复杂。啊，咱就用个哦，可能闭门。哦。哇！水哦，哇！水哦，这是要安怎洗啦？哎呦，水哦！对啦。哦，可以，阮两个去拍鼓好啊。水哦！哦，可以，阮两个去拍鼓好啊。哇！使你继续。安尼做。就凉的。这起爱部分嘛，起爱部分，来，来，对吧？基本功。这上简单的部分教你。你来。你离我后边。我靠边，看这，无啦，摕鸡啊对我。哦，摕鸡啊对后边。爱真啦。哇塞，动作对咧做啦哦。对啦，对咧做。一、两、小等哦。一、两。啊，手你弯过去啊。哦，对。哦，安尼。嘿。就安尼。三、一、两、三，顺伊的势有啊。顺伊的势有无？有，哎，等下有。啊，过来，过顺安尼势，差不多诶，过安尼。这两步加起来都有啊。对了，你有出头天啊？这只有两步尔哦，啊是使个你着做两个动作，阮两个就学这就好啊。好，倒平正平，两个人生一个，过来倒平正平挨倒啊，倒平正平，生一个。啊，恁生后迄鸡啊，唔好徛直的，就歹看。啊，要安怎摕？哦，安尼生。哦，安尼洗。哦，洗，锵！啊，你留了小安尼，公哥锵！安尼，锵！哦，对，公哥 start。安尼。不，你安尼哇，洗过来。哦，搁一盖，小弟看无。安尼洗过来。哦。安尼。人爱甲鸡啊做伙练。哇！人甲鸡啊，做伙咧。对。啊，手要安怎？手安尼经变过来啊！哦，哎，我，100分。爱放手。就是讲你安尼过来时阵爱放手。哇！我三个讲分配者。免出来无要紧，免出来。动作啊，小个记。哦，技巧数。分煞。7。请滚。2。3。提身。啊，出滚。1。啊。3。哎，要无拢卖变。是。我嘛是。哎，4变嘿。杀过。 4、5，哎对，6，安尼过过，6过去了，6，对，嘿6，对，别人啊拍着，过，啊这棍就出来，6， 7，杀过，8， 9，啊，7，拍落啊，10，啊，安尼11，插来，12， 13，伸落14， 15，杀过，对， 16，
17、18，休息。哦，18招，差不多。你有记起来无？爱想一下，休息，爱想一下，好。为着会当互大家体会武术的精髓，以及卢师傅伫武术全精神的研究，一摆快闪活动，大家拢爱落去参与。只是无想到室外温度38度，阁无冷气，敢若有流汗水的陪伴。但是大家有缘用心练习，真正是我用心挑选、充满活力的广告人啊！我对恁有信心。下晡的成果，我真期待哦！哈哈哈哈哈！拍卡了后，扫一届，扫落了后，才换迄个，才换。因为什么？扫卡，我咧用我的方式记啦。嘿，塔卡了应该是龟派气功啊。嘿啊。塔卡了，气功。好有肯。扫了后，嘿，扫了后，再扫卡。扫卡落，啊，休息。平拳，休息。嘿，安尼记起来啊。舞台上吼，你若是你先记招数嘛，迄是有一个小可撇步的啦，就是讲你先记招数，你咱莫出遐济，啊若无其实人就像电池共款嘛，你若一开始排练，你若力出伤济，你到现场你就无力啦，应该是3分记招数，哦，啊来差不多4分来出力，啊另外3分哦，就要对付现场料想袂到的状况。过来，咱咧扫西啊！咱讲扫西工。是这段是因为，好了，好，咱先看一下扫西工。是。哦。可以吧？大。哇！哎呦！咱等下问师傅，这段是要用什么所做？接手爱叫手上扫帚，接手爱手上扫帚。简单的。对。这就是阮四个工课啦。这接手我就出来扫帚卡咧。免给。啊，这段啊，这段是要用咧倒位啊？什么所在？这段是，因为咱有夜市啊，有广场，斑马线，啊是因为斑马线的庙所收借，所以爱用。哦。斑马线20几秒，系啊。阮有安排。对，阮斑马线嘛有一个开场。斑马线哦。系，阮主要有开场，简单的，系，阮不加做好啊。我看者。咱看者好啊。我先看者。你要先看嘛？阮的足简单的哦。好。车顶。3、7、好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超13呢？嘿，安尼就要换你啦。你都包括行的啊，看迄斑马线是几秒啦？安尼可能。对吧？阮开始走的时阵，因两个就会使入来。对，安尼恁就讲扫西工就等于是交叉就开始，免小等啦。唔免小等。哦，免小等。啊，咱即马拜托师傅甲咱，哦，20秒看要拍什么招数？前面一个前式，车滚，哈，车滚，好，来，然后亮相，哎呦，对，亮相踩弓箭步之后开门，1、1、2、2、3，中间，3，然后我们就1、2、7、1、2、3、4，哈，我们打4次就好。因真正足认真，我嘛讲艺人就是艺人，哈，佫会听啊食苦安尼吼，佫用肝吼伫洗身躯安尼，真正无简单，足佩服的啦，嘿啊，足佩服的。那阮就来正式的彩排按验收姐。好，这是要验收哦。
咱就开始。好，好，第一个版本，第一个版本就是庙牙齿啊，牙齿啊的，牙齿啊，好，啊牙齿啊，阮两个先哦。那就紧张诶。丑一退，换我们。哦，强滚，没步，美浩，跟着锣鼓点，强滚，对啊，咻，对，我等下。咻！掐塞路。哇！嗨！江虾鼓励一个嘛。煞，我有问题，使，一开始阮的，这，我感觉伤紧啊，你个节奏。免紧，然后一步一步，心内伫遐tempo 1 2 1 2安尼。过马路遐敢爱排？嘛是爱排一下。爱排啦，爱排。 3、4，踅咧了，嘟，啊就走，了，来，好，掐滚，掐，起，对。哎，阿伟，快点来，掐滚，无啦，掐滚你要爱一个动作。哦，对，好，来，好来，来，准备，好，掐滚，动，一个进。 但是阮剩淡薄仔时间，敢爱要出来 ending pose 无 ？ending pose 四个人安尼，哈，对。大小姐讲这足重点的，因为咱舞间呢，我唔知讲咱是因为什么来的。对。啊，看到灯香啊。阮走出来讲，广告 start。灯香舞馆。哎，你叫起来嘛吼。所以咧，咱即摆爱保持一下体力。对，小咱补充一个。好啊。啊？哎，唔是要食饭吗？敢若有 boss 的声音。对，报水声音。我试过要冲菜。大家辛苦咯，这摆任务实在是无简单。看大家到目前为止拢做了袂歹。 刷落来下晡就要准备快闪，希望大家唔通漏气，啊为着要让大家快闪的活动会当成功，boss动用大家福利金，邀请恁食一顿啊澎湃海产，
毕竟来到家人，无好好食一顿海产，哪会使呢？恁嘛会当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甲师傅因全家开讲一下，互快餐较趣味。对啦，快餐若结束，下晡5点爱准备迷因图甲大图的报告哦。你记啊，我做啊，我做啊。是。走啊。哦，嘿。对。好。啊，拄开讲，哪开讲啊 ，boss 上尾啊一句应该无重要啦。无重要。可能是讲紧去食啦。就是食饭的时间，爱食饱才有体力。对，啊，不过快闪。师傅无当我，我无歹势，拢卖当。开动。我甲恁介绍咧。我本身是恁师傅。对。我姓卢，我边仔这是我大汉查某囝。大汉查某囝。一岁半就开始练啦。哦。几岁半？岁半就开始练啦。我要考出来。以前练哦，就辛苦。以前练真正就苦下练功。哦。爸爸甲你训练到遐严格，你有想要放弃过？不会想放弃啦。对啊，小时候学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。辛苦。对，那小时候也不会想到那么多，想要什么放弃啊、逃避之类的。因为生落来啊，就这个环境啊，生存落地就安尼啊。对啊。可是你疫情的时阵是安怎维持？哎呀，迄当阵也袂当做伙练啊，嘛袂使去外口表演，还是大家休困。无疫情真正一可怜3冬啊。系啊，你有偌济钱就欠偌济，欠到后壁真正拢足困少啊。对啊，啊因个领薪水啊，拢袂晓讲无领啊。哦，因是领薪水啊。拢领薪水的，职业啊的啊。以早甲即马较无共吼，以早是若古早是讲你来学师啊，我互你一箱皮互你食，啊互你个人师傅教，啊大安尼，啊无讲分薪水嘛吼，啊即马拢爱领薪水。爱领薪水，时代无共啦，爱生活嘛。以前就是讲来武馆练就是练身体啦，我拿钱，对，重点就是讲吼，不管因犯啥物错来讲吼，我每一个学生吼过来管的，我拢家己当作家己囝在看待，不管伊食啦、大用啦、穿衫裤啥吼，咱拢用心来甲关心，拢甲负责，对，用父母的心来甲关心啦。但是你安尼直直开钱，你师母敢袂感觉？你拢无咧趁大钱安尼去做生意啊，还是做别项代志啊？我本身是唔惊苦啦，啥物代志拢去做啦。若讲无钱，我就去外口做工课，载客用车啦，拍电啦，做油漆啦，啥拢做啦，有钱就拢做啦，无想遐济啦。都希望讲这个囡仔吼，伫咧管的吼，卖平平安安，较稳定的吼，有咱个互伊技术，卖互社会看袂起啦，对啦。我的感觉是感觉讲像这款的艺术。这款的老师傅，因真正是足难得的。因若敢若看到我，伊绝对无可能行到今仔日。伊想到是即马无钱啊，薪水发袂出来，这囡仔要安怎？若无趁到钱，是要安怎教育要安怎传承落去？这无简单，足伟大的，我感觉足伟大的。念伊吼，伫快线快闪了，若讲吼，有咧拍唔着，每工爱有莫停哎呀。爱干多走安尼。你若停哎呀吼，都这袂记啊。特别知啊。头过心就过。是。你动作就是爱拍唔着，唔好蹲哎呀。直接安尼甲转过、人过、跳过，别人看无啦，咱家想看头知影嘛。对。因为我即摆是咧帮忙做宣传，是足重要的，一定要表现好，爱食饱，拜托你的。来，食较济吼，来，照顾时间，佫会使小想者吼。
啊，你的紧张我唔相信。我管你有紧张无紧张，哎，都是咱拢要上场。哎，The show must go on。哎，绝对袂使停。机爱在，机爱在。好，有招有招。来。来，我你。我来啊！好，这。有当家父啊！哎，啊，但是使你感觉阮小蛋爱面向面对面对向。用家。好，啊，所以你那边。我伫遮吼。好啊，嘉明伫遮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东兴武馆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是广告是大道的团队，是。我来遮，甲咱家人东兴武馆吼，介绍互咱大家知影。谢谢。你若感觉真好看，真趣味，你咧铺仔衫嘛帮阮拍落去。是。麻烦大家。啊，有翕到则帮阮宣传一下。宣传一下，好。最紧张的是啥？最紧张的，非常的紧张，因为时间有限，观众拢伫咧头前，无 NG 的机会，这比我去演戏拍戏的时阵搁较困难。谢啊，咱后一个斑马线哩，咱头前，你头前，哦遐哟，来，好，咱这边，多谢支持啊，多谢，谢谢，恭喜台语台广告时代到吼，大家好，我是东兴武馆，恭喜台语台，请支持哦，广告时代到，在乎。啊，头拄安尼，阮拍几分啊？你甲阮拍几分？对，拍啥？哦，安尼吼。哦，100分啦，在乎讲100分啦。无啦，高人感谢啦，对啊，因为咱今日啊练3点钟啦哦。阮只有练习3、4点钟尔，我感觉阮表现已经足好啊，因为我感觉强国甲粉国的表演好看，啊，搁有西的 solo 表演好看，就是足圆满啊。我小等一开始，我想要行出去，叫大家讲，请听提出来去。哦，这是有宣传的。你叫大声讲，无要紧，啊，我退场了，书记才开始乱讲。哎，2秒啊！啊，慢紧，别紧，对。开始啊！即马开走啊，开走啊！这足大的挑战呢。对啊，其实这无简单的，这敢若野代戏的哦。对啊，跟野代。水来的。但是比野代更加紧张。真的。你可以使过去啊，你我是有点啊过去啊，吼，57秒应该。好啦。加油！准备哦！好。
会使摕出来。时间多好哦！赶快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哇，在最后1秒压秒，压秒，哦，2秒，哇，压秒，哦，2秒，可要挑战一下无？多一届哦，可要挑战无？加油啊！再一摆好无？再一摆好无？哦，好。我家己嘛有做过快闪的这种活动，所以我知影迄个紧张是紧张咧什么所在，因为你爱物件见效，啊你面皮也较厚，啊而且呢，阮4个徛出去，大家拢熟悉，迄其实是足歹势代志。啊，毋过咧，因为阮拢穿了就是戏服嘛，啊手嘛拢有摕大旗，无就是兵器，就是足明显是咧表演。我甲表演套入去。啊，我就袂惊。不说话了，来，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虽然讲中有一个长辈要过马路，啊，阮无法度讲遮准时啊，剩几秒紧去你表演安尼，人生总是比戏剧较重要。迄当初我心内感觉就是表演是表演，但是甲人生比起来，人生原来是较重要的代志。毋则讲迄段对我来讲是足难得的，拄啊好，互咱大家录落来，变做一个足珍贵的物件。完成你无啊？完成。快闪 OK 啊嘛。在有恁敢捌，迄落武馆敢捌出去做过即款快闪的活动？快闪的活动。其实我感觉会当考虑做看卖的，比如讲过年过节啦吼，还是啥啊，你就带在较少年辈，啊叫因排去，比如讲过青阳顶啦，还是啥，啊小可20秒、30秒安尼吼。赞。快点！拄只，胡阿伯过马路最好笑的。因为咱拄开始咧拍鼓的时阵，伊要行过来啊，迄是上好。我过来，你我惊到，因为你咧亲棍啊，你知哦？尊贤啊。对，啊，但是我就讲咱表演归表演，莫来上个照顾者。但是我一面行，我一面行，咱秒数无够，你知无？我就甲你教互我，你长辈教互我，我行到这我过来，你请棍啊，你知？哦，讲到一个版本啊，还有公场嘛，公场，还有公场，好啊，好，画写一个，来，画写一个，加油！来个架，公场，来，师傅请，有请师傅，啊，咱所来计划即嘛是安怎？人西，哦，对，就是这边的重点。第三版本上完整的 happy ending 对无？对，一定要有西头啦，大家看会到安尼。欢迎过来看表演哦！看表演。来哦，来。看表演。咱无大声讲啦。过来。来哦！来上哦！来翕相哦！来看表演哦！摕出来哦！同学你好，因为我们帮忙公共电视，你可以帮我们看一下表演吗？我们为基隆在地的那个武馆，我们再一点点时间，好来咱们看表演，帮我们录下来。姐姐来看表演。
演无？有人使哦。哎，要看无？会使遮坐者，遮坐者。大姐会使看表演哦，吼！阮长兴武馆的表演哦，肯定拢会使看哦。啊，招朋友来阮遮看哦，吼。有看到啥无？哎，会当翕相，可以跟他拍照，哦。好，来。 加油！三届哦！加油！好来！多谢啊！阮是长兴武馆甲强势大义大的公告start，欢迎收看，感谢，感恩支持家人在地，咱的卢老师，多谢老师。哎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！哎，刚刚表演结束才下雨。这真的是天公伯有照顾哦，保庇，照顾啦。保庇。谢。啊，对。谢谢啦，我会放弃啊。我来讲，卖讲，卖自责，这表示你有用功夫啊，是不是？系啊。安尼啦。用功夫。我看到观众朋友的表情，我是感觉足爽的。我感觉吼，观众朋友是足好运的，才会拄到阮表演的这个画面。这是一种互大家感受到阮的欢喜啊，阮的爱安尼，这是足稀罕的机会呢。哎，
烟头无过30秒去了，你是想要放尿啊？唔是，我来做烟头的。想到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我甲当啊之前已经有报过。哦，报告过，有经验。恁两个是新人啦。啊，是菜椒啊，哦。菜椒，所以爱分配。对，是，阮等一个爱报过的物件有大豆、大豆、白樱豆、怪象的鸦片，这三个，所以。阮可能爱需要一个人去操作电脑呀。好，那我主管电脑和我来处理。专业的。哎，我来操作。安尼，阮两个就报告。啊，我就负责去买票，啊，坐在等待。喂。无你就徛，无你就徛伫边啊，烟头就好。我就看到迄咱的倒出来，我哎呦，就好用啊，赞啦！透死啊，无看过遮好的大豆啦。是啦，这么多啦，我来讲，你甲班长讲啊，哦，你今仔拄着我是你的福气。来。唔是，阮的迄个团体名。好强好凯的山顶洞。技能3，好强好凯的山顶洞人，战！有奖赛虎。来，赛虎，下坐。大家好，阮是公道三号。经过咱昨吼努力，安尼拍拼一工了后，想要甲长兴武馆较少年化一个，所以咧，昨想的大豆啊，一寡卖樱豆啊，拢想好啊。是。今仔日就是要来展示互你看。第一个部分就是大豆，要安怎使用？咱即马演一届啊。好，来。第一个，较早，今日早时8点，作品敢会使交件。哦，对方会回答。使性地啊，无欢喜啊啦。生气啊啦！哎，你若吼，佫会使甲抢这啦吼。你讲啥？拜托，会有啥物大豆？三百八九，三奶是安尼吼。对方会回答。哇，就快！哦，安尼。这个大豆，阮就送互师。对。大豆是还互恁的。是哦，以后就会使使用这个大豆。阮知影师真正是足辛苦，因为阮分享伊少年时阵为着武馆开足侪钱。对。卖金嘛呢？系啊，足辛苦。使用车。希望会当看咱长兴的支持吼。啊，会当咱买这大豆，对咱长兴。介意会当去你迄手机啊吼。嘿，手机啊会甲扭落来。刷落来就是卖樱豆的部分。好，水。第一个，来，请看。请看。是安怎的？互咱所谓全台湾的朋友知影讲，家人啥会落雨。上大原因就是师傅。原因就是师傅啦，卖讲我。死到大家拢来搞我管。哎，拢来咱的长兴武馆看，讲到底是倒一个安尼。对。因为明明是咧练白河棍，有无？变做救雨了。好啦，好。第二个。到第二个，你准备好未？我笑干，卖樱桃，请看。好，再用台语讲哦。来，我是你的长辈。我是你的心肝宝贝。几个？好，观众是不是咧讲生笑？是个讲生笑安尼。第三个准备好未？来哦。好来。当你把我冤家敲定关时阵，我打。你想要跟我斗阵？啊！你敢无？我身躯边的朋友知影了。我上介意这个。对啊。生笑可
讲者，问者。你昨翕了，你敢有受到会变甲安尼无？袂啊，足好耍的。足好耍啊！甲恁安尼耍，我少年10岁有。哦。开灯。我看到师傅安尼，甲伊的徒弟啊，毋若是讲是伊家己后生，也是讲查某囝，哦，伊是拢对大家拢共款。啊，对咱嘛是共款，敢若看咱对咱咧教咱，敢若是咱是伊的囡仔，是伊的师生安尼。我感觉这款感觉，敢若一个大家庭咧，啊，足温暖的，这是我上介介意的所在。自细大家看我学武术，咱咧大汉吼，其实我对武术有当时啊有倒撇的心态啊，讲实的，对，因为自细去用拍大汉的，啊，毋过自细接受咗武术，看到遮咱台湾的传统艺术安尼吼，一直坚持落，尤其这2天安尼吼。互我找到以前我练武术的迄种热情。哦。顶摆学工会师傅甲我讲，3年哦，才出一个状元。啊，毋过武状元3年才出一个武生。哇！所以练武的人比看册人较辛苦，所以甲咱这武状元掌声鼓励。其实你感觉讲武术对我来是足简单的点无？其实我自细汉就咧想这件代志，因为去用拍尻川大汉的，过程当中看到遮个厝师傅啊、师兄师姐，对这个武术的坚持甲热情吼，我受着较早练武的时阵，真感动，因为练武真正无这么简单。老师讲有啥物？boss。恭喜恁顺利完成客户的任务。而且我嘛要麻烦师傅一件代志，请你看因即摆表现，甲你感觉上适合的分数打去你业绩榜顶悬。虽然即摆是临时成立的组别，但是分数嘛影响到最后的业绩。师傅，你就莫客气哦。准备来，1、2、3。那你就有请师傅。我想讲一下，我是讲艺人就是艺人，真正无简单啦。哦，2天的时间吼，真正讲吼，1年有练吼就12天，1年1天无练啦，12空啦。哦，真正讲吼，短的时间，真正是用汗吼来洗身躯啦。我嘛对恁安尼吼，伫演啊，我嘛感觉讲真正少年搁开心，欢喜。你遮我小拍一个分数，好不？麻烦师。我来。1、要好犀利咧。2、4。我来，5分啊，过来。抗谁？哎呦，8分。哦！你表现得遐好。哎呦！看到伊。是要落了。真正就满意，我感觉讲吼，真正头先我就伫遐讲，艺人会听安尼吼，用肝伫洗身躯吼，佫会听安尼动的吼，一直伫套棍，啊，毋是讲伫跳舞啊，无共呢。迄力气啊，拢爱逼出来，迄精神拢爱有够，真正无简单。刷落来，快闪的影片会分享到网络各社群，相信所有的观众以及同港伫活动现场的民众，对武术拢已经有深刻的印象。搁再加上武术大图、迷因影片。和图片的宣传，无定到台湾真紧就会开始流行，学习武术的新潮流哦！大家继续加油，咱用广告的力量来帮助更较多的委托人哦。看什么影片，咱嘛无看过嘛。对，做看。对吼，厉害哦！做起来哦！哇！哎呦！有看到？来哦！这是第一个。第一个镣铐的啦，牙齿啊！我会足紧张的。
壁扫洗嘛，遐摆落去。有啦，后壁有调倒来，嘿嘿。无你看。哦，但是你拢无停啊，真好啊，师傅讲袂使停的。刷来就是。哦。贵啊！就是阿伯过马路。做惊迄个。阿伯过马路。做惊迄个啦。啊！你有手无够，你有手无够啊！快点！我过看你的车棍啦。我头一摆拄到这种我甲别团做伙合作的，啊，我是感觉嘛真好耍，啊，搁真特别。所以咧，阮是哪翕啊哪培养感情迄种感觉，啊，但是愈翕愈下，啊下呢。我即摆若甲家己拍分数的话，7分半啦，满分10分7分半，安尼搁有进步的空间。